旧历8月19，除了是中秋节，嘛是台湾府城隍庙内七爷八爷传射将军的圣诞。一透早就有一信众来参拜，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行到台南北京城隍庙去收集囡仔人物信仰文化资产。差不多4点钟嘛，安尼一直走总，因为迄有诶伫咧巷仔内，阮无看过。深深了解台南400规个城隍爷系统。有咱足深的连接。以台湾府城隍庙来讲，是全台第一间官方的城隍庙。台湾的城隍爷信仰为明朝开始分做国家及民间系统，就参像是现代行政组织，有中央空地方，庙内通常会有七爷八爷及24司。国家级的有一个国家级的城隍，啊府有一个府的城隍。官有官的城隍，民间的系统就是民间的人士按原乡啦，请来的，也是讲有人托梦，也是讲迄个过去有因公安尼演变出来的系统。七爷八爷伊是伫咱城隍爷的左右护法等伊的左右手伊就是咧帮伊试拿啦，是巡查即个人的善恶做好做歹。你咧安做监督。庙方伫每年将要举办七爷八爷嘉年华会，特别先推出一款高水的红仔，限量25组，予民众来跋杯，吸引袂少人来饲手气，用无同的方式，予更较侪人知影城隍爷信仰。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